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昨晓介就今仔日要继续甲大家晓介这字，俗音读做sè，那白音读做抓，合起来就是tsiù-tsuā。这字sè文音其实是sè，也毋过一般咱拢惯势读做sè。sè的意思就是讲表明决心的话，咱咧讲誓言，带大家做伙来晓介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tsiù-tsuā，这个意思就是立誓，也搁有发誓，意思就是讲话来表明决心，若是做袂到，就会发生无好的代志。第二个词，咱看到这就是san-bîng-hái-sè，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因两个捌当天咒誓，讲海水会焦，石头会瀾，两个人爱情袂变卦，无想著查埔煞来反憢，过去山盟海誓煞放水流，予人按怎想就想袂到。今仔日晓介这一字tsiù，另外一个文音读做sè，那一般惯势读做sè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